又是草藥。你芈月真当自己是扁鹊在世呢？南后寬宏大量。我才不寬宏大量呢！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幸亏我的宝官生得不重，否則你们……谢南后。谢南后。你俩给我记住了，今日之後，你們可是欠着我的，自求多福吧。母後還在為昨日的事情苦惱嗎？區區小事就不要再生氣了。今日我叫你來，是聽說五國使臣不久要到郢都，商議與楚國聯姻之事。幾個公主都到了出嫁的年紀，尤其是舒兒，她是你的親妹妹，我們更應該為她早做些籌劃。母後放心，舒兒的婚事，寡人從不敢掉以輕心。舒兒是我大楚的嫡公主，在寡人看來，想覓得佳婿並不難。在這幾國當中，韓國的韓侯已婚，齊國齊王年老而齊太子尚幼，都不合適。或許燕國的太子劮、魏國的太子赤，還有趙國的趙侯雍，可以斟酌取捨。燕國太遠且暗弱，魏國在走下坡路，而且求婚的是太子，都不如直接嫁給諸侯王最為有利。說起來，趙侯雍是最好的備選。他15歲繼位，如今20多歲，且趙國都城邯鄲又是出了名的繁華綺麗。寡人也聽聞，這個趙侯雍胸懷大志，才智驚人，在列國當中傾慕他的公主不在少數。當然，他們要想與舒兒比，那就是燭火之光與日月爭輝了。再者說，列國之中，我楚國最強。試問有哪一國的國君太子不想娶我楚國的嫡公主為王後呢？還有幾個剛行過佳姬之禮的公主，我也有所打算。願聞其詳。公主芈英乖巧伶俐，平日在宮中對我也是恭敬順從，或許可以嫁給魏太子赤、燕太子劮。母後所言在理。那其他幾個公主呢？寡人記得有個公主叫芈京，哦，還有昨晚闖禍的那個芈月。芈京倒也罷了，至於那個芈月，她是應生的女兒，將來也只能做應，做個陪嫁。琴兒，去外面把月兒给我叫进来。是，月兒，快来。你看，为何你绣的香草呼之欲出，能引来蝴蝶？可是我绣的花兒垂頭喪气，愁苦不堪，气死人了。天下哪有長在絲絹上的花朵？若想繡花，先與花作伴。舒姐姐該多在園子裡走走，心裡沾上了花草的靈氣，繡在絲絹上又有何難處？可是母後最不喜歡我出去了，哪像你10條繩子都拘不住你。哎，昨日晚上我去你房中找你，你房中無人，偷偷溜到哪去了？自然不會告訴你。不告訴我算了。讓你不告訴我，讓你不告訴我，快告訴我，告訴我，快了你了！去哪兒了？去哪兒了？就是公主。舒公主，剛才我從魏後的屋前經過，聽到魏後在和大王商議公主們的婚事。說了什麼？說是列國的使者們馬上要到郢都來，向公主們提親。哦，還有呢？還說了有一個叫什麼強秦，是秦國。哦，那就是秦國吧。據說秦軍嬴驷的王後都過世1年了，一直未納新寵，所以也有可能來求婚。有人與我提起過秦國，說那裡的人粗蠻彪悍，一個個茹毛飲血，可怕極了。哦，還有西北的烈風，
絕对不是我們楚國女子能忍受得了的。我聽到的秦國可不是這樣的。我聽說秦人個個身形魁梧、高大、英勇善戰。那你嫁到秦國去好啦。那說不定將來我們倆一